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成。年伫要过咯，即马大家开始来关注到立法院，要叫总统国情报告，讲要爱伊，互因质询安尼咁好。党团协商暂时无结果，不过国防特别条例，唐副委看会府发这个议计书也无。今仔日，咱共同来关心立法院。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民主进步党立委陈培如，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国国民党立委谢宜芳，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曲条雄，主持人好，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另外一位呢，中正大学的政治学的教授蔡英雄，马上就来到现场。那么先来关心到民进党立委蔡其昌，昨下接任到党团的总调，昨下下晡进行着总统去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的党团协商，不过也是阁无共识。风声讲国民党的总调鲍坤奇在报告的形式上无愿意退让。蔡其昌讲，对方只是提出无共款的意见，不过伊甲议长韩国瑜拢认为免惊赢，所以呢，希望大家阁想一下，再继续来讨论。总统赖清德最近同意立法院长韩国瑜的邀请，要去国会做国情报告。二是韩议长主持调解协商，经过点半钟无共识，连工结果再讨论。协商的另外立委讲，主要是国民党的总调鲍坤奇对形式真坚持。跟我们提出来说，他希望分段，比如说先5个委员发言，发言完之后，再请总统第2次发言。然后再请5个委员发言，再请总统第3次发言、第4次发言这样的方式。那我跟韩院长共同的想法是，这个就是又进入那个违宪的状况。从在野党的角度，当然会希望发言机会多一些，这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但我也要强调，协商本来就不是一次可以达成结论。那择期再商量，就是希望大家回去冷静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3党能够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各党委员的发言人数是不是以552，或者是662进行？那也无当场答应。但是蔡其昌讲并无破局，会搁再沟通。因为国情报告的总时间，韩国瑜建议2点钟，中也和总统休困，引起大家讨论。2个小时内，而且总统66岁了，你考虑他射护线的，1个小时让他休息，总统要休息10分钟啊。韩式幽默，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事实上，他是非常正向的，希望促成宪政史上第一次总统到国会的国情报告。除了表面的关心赖总统的射护线之外，其实要读出来的是韩院长的苦心。这都是其他的一些议题化解，总是我们朝野协商共同的想法。中央立委认为，算笑归算笑，重要问题是爱互赖总统会当顺利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和国家向前行，调解消除对立。记者综合报道。他昨大家看新闻台，到底这查甫人捏雨伞呢，是咧俏谈，还是去讲警体？吼，那么咱今仔的主题其实唔是捏雨伞，咱要先请吼，譬如委员来讲，这个协商的过程吼。你来甲咱呢实况来报道一下，到底内面气氛是安怎？甲顶会期有差真济无？伫咧顶会期甲顶会期，我拢是党团的干部吼，所以定来伫协商的时阵吼，确实有黄国昌委员伫的时阵，还气氛较无共款。但是吼，昨我必须要感谢新的民众党的党团3个委员出席的时阵吼，因拢真欢喜，会使好好来讨论。但是伊嘛拢讲吼，哇！原来立法院实际上入来，甲伫新闻看差足多，无想到讲代志遮济，一件接一件。所以昨头一个协商的时阵吼，因就有感觉这个气氛啦吼。但是我必须要讲，昨个协商的时阵韩国瑜院长伊一开始就表明讲，伊就希望会使促成，总统一定要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这件代志对于韩国瑜院长来讲，我认为我安尼观察，我认为对伊来讲非常的重要。
因为那一个台湾的历史上是头一摆有总统入摆立法院这件代志，是韩国瑜院长伊去促成的。对伊来讲，这个管道非常的无共款，所以大家爱听出来，韩国瑜院长之所以在昨天的协商当中有这么侪诚意，甲伊这个态度变甲这么无共款，基本上阮有感受到，所以我嘛就感谢韩国瑜院长伫咧这个部分愿意互阮这个空间吼。过来看傅昆萁伊安怎讲，伊自开始吼，阮咧讲的时阵，阮甲伊讲爱甲宪法有关系，爱有宪法的管道，爱有符合这个法律的规范。一听了，伊甲阮应一句讲，不要在乎这些法律的框框架架。既然总统要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有高度，我们就不要在意法律的框框架架。好，讲到这，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深吼？因为我伫咧写笔记的时阵，我就写想讲，宪法的高度是什么？曾经国民大会的高度是什么？李登辉模式是什么？我们早就记住了，但是傅昆萁直接说卖插片法律的代志啦，那要安怎做，咱就安怎做。所以为什么我认为韩国瑜院长吼其实是无啥欢喜离开现场，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吼，大家若去看阮迄直播，差不多有10分钟的时间是现场无直播，但是大家使看到阮是韩一六去过夜了无煞？那起来就搞了，伊去休困啦，伊去休困，嘿。但是中伊休困了，伊搁回来了，阮3个党团的人拢围住韩国瑜院长，阮伫遐讨论。咧讨论的时阵，韩国瑜院长其实是比阮更较坚持哦。要甲傅昆萁咧讨论的时阵，伊其实比阮民进党团更较坚持。伊讲一个足趣味的话，伊讲吼，较早吼是咱拍高尔夫球，吼就是球拍出去啊。球袂搁转来，意思就是讲啊，你拢搁做爱叫赖清德啊，恁定来咧骂赖清德，即摆赖清德要转来遮，要来立法院甲咱讲，伊讲较早是拍高尔夫球，即摆呢，咱来拍乒乓球，什么意思？咱球拍出去，咱有立法委员甲球拍出去，总统再搁甲球拍转来，安尼叫做乒乓球。所以这是直播，大家无听到的，吼，意思就是讲韩国瑜院长真正就想要和赖总统来立法院报告，但是。爱甲宪法的规范有关系，安尼才会使。但是为什么傅昆萁无爱支持？其实到即马我嘛是唔知。从这点可能对观众朋友吼来讲吼，什么叫做宪法内面的经价吼？这到底是咧有确实的争执有什么点？你讲一个点哦，观众朋友来知。代志最重要的吼是，总统甲立法委员的关度是无共款的吼。大家看我的手。阮会使问行政院长讲啊，你倒位做不好，倒位做不好，我会使甲你咨询对吧？哈，行政院长跟立法委员中间的高度有一点点差别，但是我们立法院是监督行政院，所以行政院确实要回答我们，对不对？可是总统不一样，总统在宪法上不需要对立法院负责，这个代志非常的重要哦。我讲一摆，总统不需要对立法院直接负责，他是台湾的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所以。如果傅昆萁他要把国情报告变成我问你就答，我问你就答，那是不是就错了宪法的高度？所以光是就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这，而且我要给大家报告，我要给大家讲一摆，韩国瑜一定知影这个差别，所以伊伫甲傅昆萁讲，你就和总统先来报告30分钟，了后呢，你所有委员来讲的话，咱控制伫1点钟，嘿，无，伊讲1点钟和委员讲。总共12个，伊讲啊，咱就派12个委员，一个5分钟，安尼算起来就1点钟。这韩国瑜长讲，吼，半点钟总统，1点钟委员，再搁留20分钟，和总统落尾做一个说明。伊讲说明哦，唔是回答哦，伊讲说明了，咱2点钟以来结束，和总统回去。听起来呢真天才啊！是啊，而且我要甲大家报告哦，咱这3段的讲法是韩国瑜先讲出来哦。所以其实。韩英就不是袂巧的嘛，是啊，他昨天让我感受到协商的和谐。我到时间吼，贾委员，委员你过去嘛做过党团的干部吼，你听譬如这个委员讲的吼，你有想过恁迄阵时咧协商的时阵到哪为止，还是讲你其实知影报中调伊心肝头咧想啥物？唔是，我是感觉讲哦。其实咱伫党团的合商内底，因一定讲未违反宪法的规定，因为就是唔是用问甲回答的方式，是讲立法委员和意见，
啊，总统统一来说明。啊，我相信咱的意见内底是讲，统一说明的，这说明的这次数，次数应该要几届？啊，报中就要感觉讲爱3届，爱3届，统一说明3届。啊，毋过大家感觉讲，可能有人感觉讲1届就好啊。啊，1届也好，我感觉这学生本来会使较侪届咧。啊，毋过大家爱讲好势，就是讲，拢知影讲，立法委员和总统的是一个建言，啊，大家提出家己的建言来。啊，互总统统一来说明，这一定无违反讲宪法的这个规定啊。啊，伫这部分，啊，搁有伫阮下早，因为我无去参加党团协商，毋过阮下早伫党团大会时阵，部长朝伊是有讲，伊讲啊，大家嘛是因为议长已经邀请总统来嘛，啊，大家嘛同意讲总统来嘛，啊，只是讲内底啊，搁有这。遮的规定要安怎行？本来个爱个讨论几届，对，爱个讨论几届。就你所在，国民党党团内面的意见，有亲像委员你安尼想的，是大多数还是少数？过去大家是感觉讲，爱用就是讲问一个，讲一届意见，总统个爱说明一届。安尼，毋是讲像咱讨论一定讨论甲讲哦，可能5个啊、10个啊，啊讲一届，啊总统回答一届，就是毋是回答，说明一届，统一说明一届。啊，因为大家会惊讲，咱讲的迄意见内底、建言内底，啊总统是毋是拢会回答，拢会说明出来，啊是讲有诶有说明，有诶无说明，啊啊，这个部分本来就是会使讨论的所在嘛，就是讲，几个做伙建言一届，啊，总统回答一届，啊，即马报中朝的意思是讲，啊，统一来回答3届，安尼的意思。就你所在，你党内同志大部分拢是想讲，要亲像甲即阵大市长共款，安尼咁用界线安尼咁问安尼。因可能想要韩院长讲的安尼乒乓球有无？安尼拍去。啊，一个爱弹转来一届，啊拍去，一个爱弹转来一届。无，但是韩议长的意思讲拍转去，我唔知啊，我拍转来。啊，我听乒乓球的意思是讲，不，伊的意思是讲转来，无啦，伊时间转来，伊时间是安尼讲哦，讲1点钟就好啊，1点钟就好。我知，我是讲，你个知影讲吼，迄大家意见是。啊，无论讲放风吹，我是讲，邱老师，你认为是放风吹、拍乒乓，还是拍高尔夫？拢会使，拢会使。拢会使，就是 Shakespeare 讲吼，这查某人有99个名，不管是叫啥物名先，分封就会使。嘛会使安尼讲啊。我为什么讲拢会使呢？因为这是技术的问题，上重要的是总统，敢会使照咱宪法的规定，会使顺利的来立法院做第1届的国情报告。哦，今仔下。那我想讲，今仔日咱观众朋友头拄应该伫咱的新闻内底已经有看到，美国时间拜2的下午9点，美国即摆的总统，我足有名这个总统川普第2届，伊即任的第2届，伫因的国会提国情咨文报告，就是咱的国情报告，这拢共款的。因为咱的制度咧制定的时阵，基本上我有参加。我迄阵我咧做国家代表，所以阮当初咧设即款的制度的时阵，基本上就是参考美国的制度。啊，美国制度是总统家己咧讲啊。我昨就是应该讲昨下暗啦川普的报告，美国时间昨下暗，川普的报告要报告讲点外钟啦。一个人就讲要讲点外钟迄是真长啊！但是咧，因的国会议员会使提问袂使，这是美国的总统制啊！咱是半总统制啦啊！我咧做国家代表的时阵，感觉甲总统建言过有
迄阵总统是李登辉先生，哦，我唔甲建言，哦，因为迄阵咱国民大会代表拢总是300外个，哦，若阵我无记唔对，应该是334个，哦，300外个一天要问了，迄无可能，吼，所以甲分做3天，哦，3天嘛是全部拢问了，啊，总统才统一回答，迄叫做统问统答，哦，啊，即马呢，立法院即届吼。这个会期是第5会期嘛，哦，头前已经过去4个会期，哦，第5个会期，咱用过去的术语来讲，开红盘，啊，为什么呢？因为第5会期我看起来袂歹，哦，因为伫前面4个会期，第4个会期，讲到这点，要请总统来报告，两边拢无爱，哦，这边立法院这边是硬要叫总统一问一答，啊。总统府也是插都无要插，啊，即马看起来是应该是有真有机会哦。不管安怎讲，总统是已经答应要来啊，对无？哦，我陈委员等会使补充，应该是总统应该有诚意要来啊。啊，立法院这边，咱看，莫讲党团啦，咱看上少看立法院的院长有无？韩院长，伊嘛是真欢迎总统来啊，伊嘛真希望总统会使来啊。所以昨是昨嘛吼，昨的协商。虽然讲无结果，哦啊，但是呢，看起来已经是足希望的哦，所以我即马来讲啊，技术性的问题应该是。卡球已经传去到门卡口应该要对，迄球已经带到球门前了哦，差临门一脚尔吼，啊，即马看起来是剩国民党的部长叫。你惊迄气把就走出来。即马剩伊一个啦，柯老师，你讲即摆剩伊一个人，看起来是安尼啦。哦，是安尼吗？让子弹是安尼吗？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哦，迄政治搁飞一时啊，哦，应该这会期咱会使看到啦，吼。咱讲起来，咱即摆国民党、甲民进党、甲民众党3个党，虽然讲互相竞争啦，关系嘛无讲偌好啊，啊，敢会讲比美国的大象甲迄个女子两个大家，美国因迄两个即摆大家要死要活呢，因为总统嘛是照工会使来报告啊，咱敢有比因较严重无啦？我讲3字，柯老师不好说。不好说咯，不好说。不，你较悲观啦，我较乐观。因为我做主持人，我袂当做评论啦，我就爱请蔡老师是不好说还是好说？其实部宗教的意思是要较属于靠近要质询啦，就是讲，伊问你爱立刻回答，但是这个制度宪法法定已经宣判袂使，因为质询就是问责，就是讲。我有这件代志，你做好做无好，哦，我要甲你质询。我看部长了是真爱问哦，伊也要问这个副议长啊。像副议长迄嘛危险啦，因为议长伫遐的时阵，你袂当叫副议长起来问啦。我哋无尊重议长伫遐，你这什么叫副议长来问？啊，副议长要问的时阵是有一个专案报告，3月初哦，要有关台美的关税部分，但是这个。宪法的设计，总统是向人民负责啦。美国总统讲了就走啊，法国总统讲了，因国会议员大家出来讲啊，针对总统讲的代志，咱大家讨论啦。总统嘛无咧回答的啦，所以已经退一步讲啊无好，甲遐总问啊我总回答。但即摆问题是安尼哦，你会讲哦，总统我的问题你哪拢无回答？有当时啊，伊就总退一届甲你回答，吼啊讲。政策甲你解说，这毋是质询，但是你若要甲操作是质询，迄就危险，绝对危险啦。你若要甲讲哦，我问你一句，啊，我问你一件，你来回答一个，啊，交伫我毋是，若是安尼的话，毋是讲伊主张安尼啦，但是安尼的话，就是违反宪法判决的决定啦。吼，因为就是袂使质询。小委员，你小等，我蔡老师讲。我意思就是讲，若是照这个方式，我看是安尼，啊，当然若毋是安尼，哦，比如讲伊就分几届，哦，啊，大家。有3届，啊，几个问题集中起来，啊来统一回答，吼，这大家当瞧。但是要用质询的方式，就是危险啦。韩国瑜议长伊的看法就是讲，啊，你都一届问的，吼，啊，就集合起来，啊，大家，吼，所以蔡老师，安尼大家听起来，4个人听起来就是讲，我要来，吼，我已经尊重您。
啊，恁问的代志，恁要建议的代志，我有诶回答，有诶回答较重，有诶回答较轻，啊，这就好歹，这就大家爱看我的意思，啊，你嘛爱尊重我，啊，若无回答你，啊就歹势咯。就是讲，这毋是总统的义务啦，这毋是总统的义务，讲哦，我一定爱回答，因为咱毋是总统向国会负责嘛。邱老师他嘛点头，这嘛毋是总统的义务嘛。是，我讲者，阮较早国民大会咧问李登辉总统的时阵吼，李登辉总统就是来伊嘛是做一个报告，啊，无真长，我印象当中差不多半点钟。啊，来就是每一个代表，每一个讲一个人15分钟，啊，有诶讲到路灯啦，有诶讲到水沟啊，有诶话讲到人开诶两岸诶关系啦，总统有咧记，吼，迄阵我会记诶，我迄阵嘛真佩服咱李总统诶身体，我咧做书记吼，伊迄阵70外岁安尼，哦，伊坐伫遐。伊嘛有两我线的问题嘛吼，伊拢无，伊连放流，伊连放流都无起来放流哦，伊拢伫遐咧记哦，但是伊到尾仔咧回答的时阵，伊无可能讲蔡委员蔡代表，你头拄讲的我安怎回答你哦，陈委员你讲陈代表你讲的我安怎回答你，无，伊一定是甲你包做伙，伊咧讲正情，头拄蔡老师讲对，哦，伊有一点讲对。袂使质询，质询就是为什么袂使呢？因为咱宪法规定真清楚，质询是立法委员对行政院的院长还是部长，去质询。因为质询呢伊本身是问责制，伊有问有责任呢。总统袂使质询。所以我较早阮国民党大会代表讲，阮代表甲总统建言，总统嘛毋是答询，总统是回复说明。迄阵我叫做回复啦。回复。所以伊无可能讲你倒一个委员，倒一个委员，倒一个委员，你是安那讲？无点名的啦。无迄袂使，因为伊虽然讲同问同答，伊可能比如讲谢代表，你有问到一条真重要，伊会回答来，甲伊的政策有关嘛，伊会回答，但是伊绝对袂讲谢代表，你问的安那，我安那回答你，因为安尼可能无公平回答你，那也无回答就交委员安尼。你比如你咧选择性回答嘛，所以伊一定袂安尼讲，伊一定甲你包做伙，这叫做同问同答。但是同问同答，敢是讲一届一个轮回的结束啊，无一定啦，所以我头拄讲拢会使，就是安尼。来，委员好，你我是喺惊讲吼，大家误会讲咱蔡老师的意思啦，因为其实昨咧讨论的嘛是讲的，唔是讲一个委员给意见了后，总统个马上说明，是讲可能5个还是10个分3届，这咱嘛问过曲老师的意见，就是讲过去就是伫国民大会时阵嘛是分3阶段嘛，是3天，毋过今仔日是讲咱一天内底要分3阶段，要安那分？其实总统嘛是统一做说明。但总统嘛想要讲啊，要惊我无时间啊，互伊3届机会讲啊。不，国民大会因为都头拄讲的，伊300万。我嘛知影，我甲你讲，咱今仔讨论，部长只可能等去想想，我互伊舞台伤长啊，3届互伊讲。这贾委员咧讲了部长调你对？我蔡老师要补充一下。到底这个意义是啥物？我有甲你说明，有说明无说明，我讲起来，这是对着政治气氛有帮助，还是讲对着咱实际的这个政治有这个促进是啥物意义？好，我比如讲啦吼，区域的立委伊问地方的问题啊，对总统来讲，我无法度回答你这地方的问题啊。你若问讲全国的国防预算迄部分的内容，我会当甲你解说外交，伊总统是负责全国的嘛。你若地方的立法委员，你问你甲我问 T-Pass， 我你甲你问 T-Pass， 我要讲无好我就交代行政院长，我这家己要处理，无最简单啦，恁预算紧通过啦 ，T-Pass 就有啊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我是问回答无？不是，你看你问啥物啦？你若问迄足有的，
过去德国宪法的设计就是讲，伊这代表地方的国会议员，你问遐答地的代志，总统无再来甲你回答啦。伊毋是讲袂当来，啊，这是双方合意，吼，啊来嘛毋是义务。我甲你解说，吼，啊当然有诶牵涉到外交、国防的机密，迄有当时嘛无法度讲。我讲总体一个政策，互你了解。但是伊若要甲你问迄，我问你啦，伊讲你拢无回答我，啊我要安怎？吼，这问题出伫遮哦。伊个问的问题是包山包海啊！你伫法院，恁两个拢伫法院，恁知嘛？迄个包山包海嘛。我相信有的立法委员真专业，吼，伊会问一寡较一般性的，还是外交，还是迄个。但是问题是，咱袂当讲伊全部到底要问啥，咱毋知嘛。赵老师，如果我若代替贾委员问讲，阮中华乃无轨道建设，安尼会使？对啦，啊，我会讲啊，无请行政院长吼去甲贾委员关心者，看到底中华是安怎？因为伊无在了讲，我要互中华，啊，其他的县市好，我嘛来问啊。其他县市的区域立委，我嘛来问。安尼这问题就规乱呢啊，规组就拢乱呢啊，所以是安那要一改，吼，还是较少改。但是总统会使有善意讲，我对着即马目前还佫无轨道建设即寡县市，我会执行着咱的行政院长，咱来做一个通盘的检讨。伊袂当敢若特别照顾我若无直接回答伊，我来讲一个整体。中华县有建设，这大家拢爱啦。但问题是，其他县市嘛袂啊。啊，总统甲来回答讲，哦，对，这个未到伫遮啦。未到，伊爱总体啦。哦，啊，希望咱的立委问的问题嘛是总体的啊。哦，我的看是安尼。来，单位啊，咱来看这个图表吼，就是讲，即马有开始通好3月6号通好复位，哦，这国防特别条例。是。但是这个议计书吼，爱3月15爱发去到这个美国啊，敢会付起啊？当然啦，即马都是卡掉的啦吼。但是今仔日阮看到阮的外交委员会召委王定宇吼，王委员有讲，其实较早有一个例啦吼，就是讲拜托委员会先授权和国防部去甲美国做这件代志。啊，了后咱再来讨论。较早有这个管理哦，啊，而且有成功哦，吼，迄当阵朝野的时阵，大家有共识，所以代志就会使进行。啊，部长今日嘛有讲，这个方法确实会使做，但是共款，咱3月11号选召委了后，新的委员会开会，咱头一天应该都来处理这件代志对。啊，但是我即马嘛是拜托，真正我用拜托啦吼，拜托咱在野党的委员会使先用这个方法和这个代志。但是我即马我扮演就是在野党，你这军警的这个权益你无加薪啊，啊叫你来停止削减这个公教人员的年金，啊你无做我就无来啊。啊即马协商敢有讲到遮？当然啦，我先讲啦，国防的部分吼，归国防，因为头拄老师嘛有讲啦吼，咱总统管就是国防甲外交，咱即马卡掉的代志就是国防的部分，所以阮真正希望会使一件代志归一件代志好好来讨论。当然啦，这2年来吼，所有立法院的冤家的代志，大家感觉最乱的部分，就是讲定定足侪代志去用白做伙看，但是我真正爱拜托就是。主持人咱看这个表吼，一个，其实3项代志是无共款。但是伫美国这个法规部分，3月15，还是讲3月24这个部分一定爱过。我感觉这个代志较要紧，为什么？因为你若无互伊过，是毋是咱的部分就买袂着？买袂着，毋是讲2天3天了吼，你来，我你保护我，我怎保护你？迄毋是去 7-11订一个便当，讲头家，我感觉迄便当最好食，你搁帮我进货，2天了我来摕，毋是呢？迄怎啊拖，毋知拖去到倒位去？无得卡讲别个国家已经先提起啊，吼，所以这个部分真正是有这个诚意啊，过去嘛有这个例，有成功的例，是毋是有机会咱3月11召委选出来了，咱同工就来做这件代志。我佫必须爱转来讲，即摆这调野协商吼，真侪观众朋友可能也真好奇，因为总调无共款，吼，包括民进党即摆换蔡总调，吼。啊，民众党即卖是单中将，民众党嘛现单，嘿，马上单清良，单清良委员，嘿，是人无共款，还是即个气候无共款，是倒一种？我感觉拢有呢。哦，嘿，我家己的观察啦吼，这安尼讲敢若怪怪，但是较早黄国昌委员伫的时阵吼，我过去这1年吼，坐咧对面做党团协商的时阵吼，我常常感觉心累、身体累，吼，
有一寡代志伊拢无愿意甲你好好讲，啊是讲伊怎讲伊要讲的了，伊人就走啊。吼，伊怎无爱阁继续讲？啊，确实有真侪部分吼，有当时阮有感觉讲，大家是其实有机会，嘛有诚意，坐落来好好讲。但是昨个气氛是讲，院长已经有想法了吼，院长有想法。啊，民众党迄个陈忠昭伊咧讲的时阵，伊自开始嘛是讲因愿意啊，讲我敢若摕2个人好啊吼，啊，阮安怎时间，阮都会使尽量配合。所以我感觉即马吼有机会，而且我感觉咱台湾的台湾人足古锥吼，大家若讲啊，你立法院莫阁冤啊，足侪代志卡掉，我感觉即件代志足重的，而且像主持人讲的 ，T pass 都卡掉的，对无？过来要安怎？毋是干那 T pass， 足侪代志，所以我认为讲，即马真正有机会，好好讨论，好好合作，伫个足侪甲咱一般人的生活有关系的代志吼，逐工出门爱拄着的代志，不管是交通，不管是教育，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文化，遮个代志，咱毋是干那逐工看股市3万点，咱就足欢喜啊！咱所有的人逐工的生活，拢甲预算有关系，拢甲遮个政策有关系。啊，我认为吼，自昨个合商看起来，我认为是有机会啦。大家好啊讲，啊，若真正像伊凤头拄仔讲的，副管区总召伊干那在意讲。3摆，还是2摆，还是1摆？若是遮尔简单的问题，若是真正像你讲的吼，我认为后一摆合商应该嘛是有机会。当然，这个前提是。听听的讲要互伊3个机会。无，我讲我是讲会使讨论哦，吼，会使讨论。但是因为院长已经有想法。我应该请播种调来上咱节目才是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吼，因为院长已经有想法啦。韩院长想法讲了非常的清楚，所以我真正想问，为什么副管区总召甲韩院长无共识？无共识。无共识。播种调甲韩院长无共识，这是今天才开始吗？哎呀，这我唔知，这个问题咱爱教贾委员，这个爱教贾委员。贾委员，你嘛做过书记长啊？这我知哦。你嘛唔知吗？我嘛唔知，我知嘛袂甲你讲。无你莫甲我讲袂要紧，你爱甲观众朋友讲。我知，我嘛会藏伫心肝内啊。我要讲的是这个部分啦，美国，是美国，咱的国家是咱的国家。美国国会无。第3月15号，个要这法案可能无效啊！啊，因个爱伫美国个行这条路。咱的国家是讲，咱即马爱安那通过讲这3500亿，美国提出来要卖咱的这军购案。啊，搁有即马美国总统伊为着要去大陆，要去参加 APEC。啊，阁有伊要看中国大陆，对。啊，这个时阵伊嘛无爱讲后阶段要安怎处理。等伊家己对着台湾的军购案，伊嘛无讲后阶段要安怎处理的时阵，咱为虾米爱事先来处理？即马个先处理，为啥无爱先处理？这一定提出来。委员，我先甲你整理，你意思是讲，反正。这川普啊，搁爱去到这个中国嘛，啊，伊嘛唔知后手是留一手什么物件，咱就甲小可倒掉的，倒一个，看会安奈他如何？如果若较紧的，就是先通过讲美国一定提出的这个物件嘛，对无？啊，搁有第2阶段，伊若无讲啊，咱个先。但是即摆现不现？那个。你睇下所讲的是有包括这个3月15会到期的这个物件吗？啊，这个部分美国爱处理嘛，对不？无，主持人美国爱处理啊。对，啊，咱是爱想，咱家己伫遮爱想讲，要安怎处理讲，因提出愿意卖咱的这3500亿。我比如，我补充一个啦吼，我甲伊凤补充一个，甲伊报告，因为吼顶一个会议，第4个会议，逐礼拜拜2的中昼有一个委员会叫做程序委员会，吼。这个是处理什么代志？处理所有预算、所有法案，要入来咱立法院的时阵，爱先经过这关。咱讲这有做挂号。伫咧第4个会期的时阵，所有的预算吼，不管是总预算还是这军购预算，伫咧挂号的时阵，已经互国民党甲民众党的程序委员会委员挡掉的，连挂号都袂使挂号。所以头拄伊凤讲，哦，这新解决，这美国代志毋是哦，是咱台湾先甲咱卡掉的。
卡伫挂号就不爱回挂号，我就讲美国，所以我咱头拄要讲即个，你头拄讲即个军购的代志，就是咱的代志就是卡伫程序委员会，无法度礼拜啊。所以为什么院长韩院长有讲，就直接复委嘛？复委伊去当阵是不是过年的时阵发一个声明？甲张启成副院长两个写一个声明，讲好啦，咱开会了，咱就开始回复委，都是因为进前都卡伫程序委员会，无法度复委嘛。所以咱的代志无法度解决的时阵，咱要甲这袂咱。即个美国解决讲即样代志，所以咱的代志爱先解决，毋是去解决迄条代志。咱的委员会无信、无讨论、预算无过，你难道要叫国防部去违法执行预算吗？我相信蒋委员是赞成爱护卫吧，我对嘛？我是讲。我是要提出讲进前互冻掉的，我讲顶会期，规个会期我讲顶会期，咱来讨论啊。往事莫搁再提起，年已经过了。顶会期当然有一个前提是讲总统爱来讲嘛，因为迄阵就是讲总统还未来，系啦，还未来讲啊，伊个对外国的媒体先讲嘛，大家感觉无够尊重，即摆总统愿意来讲啊，咱个来讨论讲。这部分咱要买无？咱要买的话，人家提出3500亿，咱需要一定爱通过一条2500亿吗？还是讲这3500亿，那先处理来讨论，是咪安尼较简单？所以我头开始就问讲，委员其实你也是赞成爱先复委才好好来审查讨论嘛，是安尼嘛吼？所以这个。譬如委员是有淡薄仔共识的嘛？这当然是有共识，但是我头仔意思讲，迄时间为什么发生3月15这么紧张，就是因为进前卡掉的。好，那3月15来 Q 老师，即摆目前吼，这3项在譬如委员认为讲，这军警的啦，这年金的啦，这都唔是，这个一码归一码，咱唔通难做伙。甲总统来报告，这就一个好气氛。这个较重要，这后手吼头过，才头好心得过。柯老师，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好？因为他老师也感觉讲，这是好结条啦，有他好开始啦，好开始，但是这个国防特别条例，老师你的意见是啥物？因为那是3月中到期，那如期失效，这是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老师，我应该安尼讲啊吼，我伫你的节目内底唔哪一届讲过，咱即摆国会上重要的问题是，咱即摆的气氛足歹。为什么安尼讲？明明咱即摆国会是在野党较多数嘛，一般正常的民主国家，这款的国会结构内底，伊一定是执政党会来找。反对党协商，但是呢，咱过去4个会期上少有4个会期啊，完全无看到。虽然阮一直咧讲，但是拢无看到。所以即摆执政党甲反对党，因即摆气氛是足歹的。这个会期我头拄有讲过，看起来袂歹，看起来上少迄云天上的乌云有较少淡薄啊。所以我希望讲，即摆新甲朝野关系一定爱先改善啦，若准有小可，大家拢有即个意愿讲来甲改善一下咱即摆才来讲遮有诶无诶，国防对台湾来讲有重要无？真重要。我相信不管是在野党也好，还是执政党也好，无人会反对讲一定爱有咱台湾爱有一定条件的国防的力量嘛，迄是一定的嘛。你若准无力量，你要安怎甲对方来谈判嘛？对吧？你要谈判，你本身一定爱有一定的实力，对吧？我想这点大家拢同意嘛。即马就是讲要安怎做咱即马就我所在，我上少我看报道我毋是立法委员，但是我看新闻报道内底即马讲，甲国防有关呢，即马是两笔钱，一笔就是咱你头拄讲过国防特别条例，这是特别预算，拢总是1亿。一条2500亿，1.25兆啦，另外一条就是正常的国防预算你主席你头拄问就讲啥物年金，那么要帮白做伙有无？迄是就我所在，应该是伫咧正常国防预算去内底，因为咱即摆讲起嘛足奇怪，咱即摆民国115年
今仔日已经2月底啊，咱到即马咱今年的预算也未省，莫讲也未通过，连审都无审，对无？对无？到即马都无审。毋过我一直遮讲，我嘛爱讲者啊，互大家知影，因为咱甲美国的预算无共款。咱的预算若无通过，咱预算法内底54条有无通过，咱要安怎处理的做法。所以咱即马咱的政府还阁是运作正常运作。无啦，我个人的意见是，咱爱比悬无比低啦。这袂使安尼讲。咱正常运作。国会内底，执政党甲反对党因的竞争，迄是一定的。迄当然。迄一定的吼。所以讲。你莫讲，咱希望讲，因拢大家拢咱做人民当然希望啊，较进步啊，较好啊，啊，较前进啊。那我先说去讲者，我头拄讲着美国国会吼，美国即摆的政府吼，大部分因的甲国防、甲边境安全有关呢，哦，即摆预算拢无，哦，即摆剩 ICE 有预算的，有预算尔，哦，啊，但是迄是讲起来，迄落长啊，莫讲，啊，但是。基本上，因的预算哪会无通过？同款嘛是反对党就是民主党啦。因咧要求讲，哦，你 ICE 的人，吼，你去做迄个驱逐的时阵，你迄个免去啊，后边啊，你迄种爱提条嘛一足侪条件。所以讲反对党提条件，逼执政党改善，这是正当手段。这我讲的，这是正当手段。这种对当然。好，所以讲。咱袂使因为安尼去指责讲在野党，你安尼做唔对安尼吼。是。这是两码事。我即摆想要讲的就是，即摆上重要就是这1.25兆7年嘛，哈，7年内底爱有1.25兆，啊，这条变化会非常大。啊，咱头对主持人你嘛问到足关键啊，3月15，美国互咱上尾一天，对无？即摆国防部一定爱去沟通，哦，袂使讲啊，因为阮另外因咧吵吼，无我的代志，就袂使。你一定爱去甲美国人讲，哦，阮会处理，哦，但是要安怎处理，互阮一寡时间，因为即摆即条就我所知，哦，上重要问题就是在野党这边即摆上重要就是你即摆美国即摆提供互咱的叫做无菜单料理，啊，咱即摆台湾即摆就流行的，哦，你来我店里食饭吼，卖问你卖点菜，哦，我无啦，这叫欧玛卡西，无意思说，无3500，意思讲3500块，你凊彩配，对无？是你凊彩配，你帮我配。1.25兆呢？1.25兆呢？1.25兆是。你袂使用。无菜单料理，那是关于着这个无菜单料理吼，这项代志，咱在节目当中啊讨论真侪届吼啊，国防委员会内面后秘密委员会内面后，甲大家来讲个详细吼，咱啊在节目当中啊讨论过啦吼，我相信。我甲你讲一点上重要。是。即摆唔知影咱国防部唔知影咱的菜单是啥物。连美国伊要卖啥物互你，伊嘛唔知。我讲也甲加一落。来，我互蔡老师表达一下意见。我来讲吼，就是讲，因即马咧做的工课，就是讲一开始讲这卖药啊兼收件啦，讲这乌箱吼，恁这拢乌坎坎，到底咧卖啥，要买啥，恁拢唔知。啊，即马来去讲吼，哦，无爱，剩3500亿，伊这是长杂的国防预算啊。啥物做长杂的国防预算？就是讲吼，咱买电脑，但是呢。你迄个软体系统你无买，即摆问题出伫遮啦，吼！啊，你要买，咱就是爱一个全套的。当然，你会当讲哦，这项有可能较贵，吼啊，每一个部分咱来减少。但是你即摆毋是啊，民众党是4000亿，啊，国民党立委头头有讲3500亿，你种长杂的啊。啊，这啥物意思？应该讲吼，川习会，吼，咱爱紧这件代志拖到迄阵。恁一方面讲吼，川普这个人是生理人啊，伊会甲你卖掉，甲你交易掉啊，啊是毋是紧讨论紧用？而且你3月15已经过了，足简单咧。美国讲好啊，啊你既然台湾你若无要买，别人川普的政策是安尼哦，你要买我优先，吼，毋是照排队哦，你要买哦有意愿呢，我优先卖你，吼。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国防对恁到底有重要无？恁感觉无重要？
若是无重要的话，要送这个礼给中国的时阵，这就是阮上反对的啦。吼，啊，你已经延签遮久啊，一再搁拖也要拔条件啊，讲吼，你军人无加薪，啊，事实上也加几6届啊，吼，啊，你若无武器，加加薪嘛无效啦，吼，咧台湾面对的情势，中国是咱的威胁啦，但是毋是咱的亲人啦，吼，啊，你就是爱。大家爱紧叫，啊，大家当讨论。但是你若讲要动作的，到时就是袂胖啊，袂胖的意思就是，敢若遐个武器，但是你无其他的后勤的装备，迄无效啦。不，蔡老师，我甲你问一点就好。你讲。咱即摆立法院已经付偌济，互美国咱要买武器。哦，对，伊搁咧讲这啦。咱已经付偌济钱互人。你听我讲吼。啊，咱个注文呢？对，我这已经差不多有200亿的美金，可能还未交货，但是是。啊，什么时阵会使交货？你听我讲。啊，什么时阵嘛？你一定爱甲我讲讲。你买厝的时阵会使交货嘛？你买厝一定是起价偌济，我付偌济，毋是像因讲的讲吼，我已经付互你啊啦，物件还未互我，毋是安尼。国防委员绝对甲你讲足清楚的。啊，当然有的伊较慢交下咱，美国嘛咧讨论讲是毋是较紧交互咱。你毋通像恁去四界号召讲吼，伊买足济啊，钱拢互伊啊，伊拢无爱互咱，毋是安尼。哦，你了解迄个精神，你就了解就是安尼。哎，咁唔是安尼。其实阮在节目当中讨论足济届吼，即个钱的即个流向吼 ，cash flow，譬如委员可能会当来说明一下吼。到目前为止有交付的，那有摕到的，咱就钱就对第三方来个支付，啊若无是还搁伫第三方，在我了解是毋是安尼？好，我先来说明一件代志哦。头拄老师讲即个空白授权的代志吼，其实阮已经讲了足清楚，国防部嘛已经先讲，咱即摆3月15即个3案的发价书内底武器写足清楚的。标枪飞弹、托式2B 飞弹、自走炮 M109A7，这拢已经写出来，所以真正毋是空白授权，这部分也是要甲老师说明啦吼。但是过去以来，咱所有交会这个代志吼，钱甲会这个代志，其实国防部拢顾了真严，毋是真正像这讲。但是为什么即摆大家感觉讲，有足侪代志大家无愿意讨论？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蔡老师头拄讲的，咱若买机器，无买系统。买一台电脑，你无买内底迄个作业系统，你电脑就走袂去啊。所以，阮即马咧问讲，不管是国民党未来即个礼拜要提出来版本，阮即马还未看到，因为因还未提出来。啊，是民众党要提出来版本内底，因有愿意第一个发展咱台湾家己的系统，这是部分。咱要做无人机嘛，吼啊，无人机的部分伊有要支持无？无人机的重要，我想主持人已经知。过来系统的部分为啥无爱支持？这阮嘛毋想无啊。伊敢若讲好，你要买只，我就互你买只，所以恁敢会使开3500亿。但是即马咱规个国防毋是讲你点菜，你要爱做啥？我要敢若这我要互你钱，我就要买这。啊，凊咧迄个破空吼，可能我拢怀疑讲是毋是甲共产党有讲好，无爱互咱台湾去投资，无爱互咱台湾去买。所以我嘛想要请国民党讲看卖，为什么这个部分你要支持？为什么这个部分你又不爱支持？包含讲你伫咧讲，台积电啊去美国投资啊，转变美积电。阮就甲恁说明讲，咱要做个台湾的无人机系统，就是要下一个台湾的护国神山的产业，已经甲恁说明啊，但是嘛无看到因为支持的态度，到今嘛目前为止，所以伫咧1.25兆内底包含这个无人机的部分，我嘛无看到因的态度，所以这个部分不是讲空白授权，无人机台湾国防自主产业这件事情，它就是在1.25兆内底。好，来，焦委员。因为我即马毋是党团的干部，我无去。我感觉讲，即马连3500亿拢无一定会过。你一开始就想要过一条2500亿，啊，你若无爱想讲3500亿，你先过呢？啊，你若知影讲你个有新的物件提出来的时阵，大家无法度来讨论，无一定嘛会互你过啊。啊，你即马个是3500亿拢未过状况下，你是毋是爱先过一条？毋是讲你要买这无系统无爱过，啊！你过去咱户籍了后，嘛还阁有物件无摕到的嘛。咱这3500亿要户籍了后，嘛是毋知影讲当时会使摕到这物件。所以等咱先通过一笔，咱未来若有个较明确的物件，啊，阁有美国迄边嘛同意的时阵。咱过来通过，过来讨论，我感觉这对着未来朝野协商嘛是较好的状况嘛。啊，先互大家会使继续讲落，这是我的建议啦。哦，这焦委员他一个重点就是讲，希望这个讨论呢，咱继续来讨论落去。啊，阁有阮党团内底嘛有人有意见的是讲，这无人机的系统若要做，
个放伫国防预算内底的年度性的常态计划嘛，对不？这个免放伫。这我相信这应该是会当讨论，但是这内面可能必须要有各项委员会的这个委员，因去参加了解讲，这个系统是透过美国人来建立，还是咱家己本土的这个产业链来当来结串，这应该是会当好好来讨论吧。这可能会使讲大家来讨论讲，是咪讲这无人机的产业链也好，等等是咪讲？会使放伫未来咱国防部的年度常态的预算来。那我先让邱老师来回答这，关于就这个特别条例内面必须要刷出去，还是讲直接咱们家老师的意见？基本上吼，就预算法的基本精神来讲，哈，应该是正常的预算为主啦。特别预算是因为对你拄到特别情况。我需要特别有一笔钱啊，咱来做这哦，所以就正常的预算来讲，会使放伫正常预算、一般预算内底，这是上好哦。但是啦，以台湾即摆的状况，尤其是以美国即摆的压力啊，咱讲实在话，尤其川普总统这个人，因为伊是马甲嘛，对于来讲，美国上重要哦。所以你一定爱摕一寡新的钱哦，来甲我买物啊哦！你较早甲我买还无够，你搁爱买较济哦，无法度哦，因为咱要甲买嘛，咱也需要伊甲咱保护嘛哦，咱就来安排这条钱。但是你袂使开变做无菜单料理，我头拄讲的嘛，你一定爱好，头拄蔡老师嘛讲着哦，咱去买厝，尤其是买预售屋。你敢讲这厝拢总1500万哦？我即马1500万先互你，啊，你厝3年了后交互我，你敢无？你敢无？老师，因为阮在这节目内面讨论足侪摆关于各项特别条例内面的这内容啦吼，所以我基本上我袂当做一个判断，讲这是毋是叫做无菜单料理啦吼，因为我无参加这秘密会议。我一定咧问，我头先问蔡老师嘛是这个问题咯。我即马搁问一个，咱大家，咱电视机的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拢想看卖嘛。老师讲的买厝当然袂使安尼啦。咱甲美国吼，咱莫讲买厝啦。特别条例是毋是安尼？这我唔敢做判断。武器比厝较重要。哦，这我同意，这我同意哦。唔是重要性啦，我是讲这个性质来讲武器啦。性质有共款无共款，啊，而且吼，我无参加这秘密会议。海马斯敢是武器？海马斯火箭弹敢是？是啊。哦，咱即马拢做要甲美国买偌济？有足侪套的啊，111套，哈，啊，即马到偌济？即马还未够济啊？哦，还未够济哈，啊，差偌济？我差真济咯。差偌济嘛？差真济，差偌济嘛？我请蔡老师来。我你讲差偌济好无？差不多90外套。是。咱拢总买偌济？100外套。是啊。我若准无记唔对，咱去买111套。咱即马付钱付偌济，我是唔知，因为这是国防机密。哦，我唔知，已经付偌济套啊，我唔知。我先请教，委员，陈委员，咱这个海马斯应该是在今年2026年底要交付完成，是吧？是，所以阮的部分，我绝对赞成老师讲的吼，咱我们不要空白授权，当然。秘密的部分咱袂使讲，但是国防部已经对外公布，这个1.25兆其实是8年，我甲大家讲一摆是8年，我毋是讲一摆就要甲这1.25兆摕出去。好，啊，国防部公布的这个项目内底，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其实资料拢已经有公布出来。所以当然，所有咱台湾人咧烦恼的讲是讲啊，咱钱摕出去货拢无收到，绝对无可能发生这种代志。不管咱即摆是咧讲的海马斯，还是落尾咱过来要买的系统，还是咱无人机有技术的部分要甲美国合作，这拢是咱一笔钱付出去，咱该收到啥物？我相信啦吼，我要甲大家讲。正常人，不管我今日是民进党，还是我是国民党，我是民众党，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咱交偌济是出去要收偌济物件倒来。敢讲大家认为讲民众党即马咧执政，所以就甲钱交出去，物件无摕倒来，绝对无可能发生这种代志。我想这是一般的常识都会使处理的代志。来，蔡老师，你买盾牌吼，
啊买规片的啦，无迄个切一半的啊。伊即马就是讲，伊这国防预算内底，就是有牵涉到伊的飞弹若来的时阵，咱是毋是有即个防空的即个盾牌啊？啊，伊切一半了，就等于嘛等于毋免买嘛。啊，而且第二点就是袂使有红色的供应链，内底袂使有中国的零件啊。什么意思？伊对内部就知影讲你到底要变啥物网啊？所以伊即个国防预算内底，毋是干那武器，嘛有包括遮的物件，整体去考虑。你会当讲哦，啊是毋是这部分吼？较无要紧的，咱较慢，这我会当同意啊。但是你若讲甲长扎一年，敢若要安尼，我讲啊，迄等于嘛无法度用啊。国防部想要摕特别预算的原因，就是伫遮，伊迄是一个整体的考虑啊。其实我讲吼，你莫讲过是甲美国买武器，因趁足济呢，迄毋是安尼，迄美国的政府伊爱去监察你遐听数呢。所以我讲吼，恁逐个毋通过度啦，是讲咱好袂输。咱今仔买保全系统啊，是要保咱的身家啊，毋是讲吼要开这条钱哦，啊都放水流去啊，绝对毋是安尼啊。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啦，2026年年底，今年你